那么这是第二个愿。第三个愿呢，就是其愿生生世世不惜生命而数次佛法，毫不懈怠而回向。这个其愿呢，就是生生世世不惜生命，而这个数次佛法，毫无懈怠，就是数次佛法毫无懈怠而回向。这个原生是庸俗者，开显缘起佛教业，生生性命宁抛弃，一刹那也不松者。那么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愿我们呢，就是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啊，永远的是护持呢，就是自己就是书持这个正法啊，书持了。然后呢，就是书持什么呢？就是开显缘起的这个佛教的意义啊，就是这个宣讲这个缘起法门的深深的这个佛教的意义。为了这样的这个大乘法门，为了这样的这个缘起法门的话呢，宁可这个舍弃我们的这个最宝贵的身体和寿命，也不一刹那也是不懈怠，一刹那也是不松懈，一刹那也是不难懂啊！就愿我们时时刻刻的生生世世当中要这样的这个数字这个也要发愿呢。大家在座的各位就是不要这个发什么这个其他的愿，愿我生生世世呢就是长得非常漂亮，让我那个树也是非常非常光滑，脸也是特别特别好看，头发也是什么细细长长的，就是这样。这些愿呢，就是当然是我们暂时从时间人来讲也可以就发愿可以发愿，我刚才讲了应用的这个都可以的。但是最重要的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愿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是不离开就是正法，要数次正法，弘扬正法就是那么为了这样的这个正法的话呢，就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引底的时候一样的，就是抛弃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我看过那个这个发现的那个传记汉地的这个发现的传记当时他的这个上师呢，就是给他讲，就是你们我老了，就是你们一定要就是弘扬佛法为了弘扬佛法呢，就是不惜生命。后来就好几个弟子一起前往那个就是印度在路的过程当中，有些道友已经这个什么这个万丈的深渊里面就是掉下来死了，有些饿死了，有些气候不适应而死。后来的话呢，就是只是发现就是一个人，他也是在路上就是遇到什么老虎豹子、狮子等等，就是很多。后来就是在那个就是印度就是得到这个大乘佛法就得到这个大乘佛法。像那个涅槃经的另一个一本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涅槃经呢，就是大乘涅槃经。还有呢，就是像那么长阿含经呢、增阿含经呢，很多那个经典呢，就是当时从那个就是海上就是转过来的。原来我们也讲过，就是这个大般若经呢就25000颂的这个公案的话呢，就是当时也是这个就是也是为了就是不可生命的代价去，所以很多历史上的这个高僧大德的话呢，都是这个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生生世世发这种愿发愿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是满40后就这个里面就是发愿就是非常好的，就是有3个大愿，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第一个愿呢，就是什么一愿则以我善根于一切圣得真法得真法智就是以我善根于一切圣得真法智就这个是第一个愿。就是意思是说呢，就是以我的这个善根呢，在我一切生生世世当中的话呢，就是能得到这个真法的这个智慧开悟就是我对这个佛教呢，就是应该动佛教，就是这个是第一个发愿就是第一个发愿。然后第二个发愿呢就是第二个发愿的话呢如我所生得真法义就是什么得真之义为足众生什么言所不倦就为所众生言所不倦就是说第二个发愿呢，就是说我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得到了这个真法的智慧得到的这个真法的智慧呢，就为众生言所，就是不起这个生厌烦心就不起生厌烦心所以我们首先是要得到真法，就是自己要动到之后呢，为别人这个宣说呢，就是不起厌烦心就不起厌烦心很多法师也好，道友们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不要一会儿就累了，一会儿就哭了，一会儿困了、痛了、累了、想了，什么就不能就是这样的，真正是为这个众生呢，就是不能生起厌烦心。第三个发愿的话呢，我为摄受护持正法
啊，就我为摄属护策正法，于所生生不惜去命，就是去是躯体的去啊，就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为了这个佛法的话，那就是获得这个扶持弘扬或者是护持这个正法，护持正法，在这个一切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是付出自己的生命代价来这个获得啊，就是不惜自己的这个生命和身体啊，就不惜自己的生命身体。所以说我们刚才首先是第一个说你要就懂得这个正法，然后第二个是给别人演说，第三个呢就是永远的是自己受持，还要这个弘扬护持这个正法啊，就生命为难也是不舍弃。这个好像是宗喀巴大师以前也是这个经是汉文有的，就最好是你们看一下，就这里面那么。宗喀巴大师也好像那个经里面也是最后有所有的菩萨的大愿呢，就是可以护持正法里面，然后这个宗喀巴大师的那个偈颂的话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是这个菩萨大愿恒河沙菩萨大愿恒河沙，给予数次这个正法愿。就是菩萨大愿恒河沙，给予数次这个正法愿，就菩萨的这个大愿恒河沙那样呢，全部都可以积聚于这个数次正法的这个愿，一切一切所及诸三根唯心佛法二回向。就是一切所及诸善根唯即佛法二回向，在一切事件当中，就是所积累的这个善根呢，为呢就是心生这个佛教如意宝呢，就是而做这个回向就而做回向。所以我们这个时时刻刻的是要看这个书持这个佛法，就是大家要发愿。